幕，5、6万个香菇太空包像一个个小卫兵排排站，也像主人刘定国的小孩，每天专注地看他们成长。我只种香菇一种，专心做一件事。对，这样子的。就像小孩的养成，得先有好环境。栽种香菇不能日晒，温度湿度控制也重要，很让刘定国这个香菇爸爸伤脑筋。每一天的气温跟每一年的气温，干燥度都不一样，就要看你的经验。原本是面包师傅的他，当初为休养身体，来到南投乡间种香菇是无心插柳，没想到就此长达16年，经营在菇棚里，还做出规模。要采香菇都要这样拿着桶子。看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已经可以采了，就把它采起来。那这么大片，我要问老板了，我一天数毛？拜托了。我一天数毛，要帮忙吗？都拜托。南投是香菇的主要产地，刘定国的香菇常常一收成就被预定一空。我们山上的香菇会好吃，是因为湿度高、温差大，在脱水的时候它形状会比较丑，但是它会比较香。所以这种反而口感还比较香，像是对自己的孩子引以为傲。刘定国说，真材实料比好看的外表更重要，这一点也能拿来分辨台湾和大陆的香菇。大陆香菇的话，它每一个会一样的大小，形状会很漂亮，它会很平均。台湾香菇就是说，你像这个是因为筛选机的关系，以这种大以上的都是叫大菇。采收的香菇立刻成了桌上佳肴的最佳提味料。面包师傅的事业第二春一样满足了大家的胃。我一天数毛，拜托。我一天数毛，拜托。